everyone， 我係欣一，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咁今日第二條 Daily Talk 咧就講下日本嘅新任首相啦，高市早苗嘅。咁佢喺眾議院嘅表決中勝出啦，亦都係出任，亦都會將出任50年嚟日本嘅第一個女首相嘅。咁我喺日本系列嘅第一集視頻入邊講到啦，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日本嘅性別差距喺發達國家中係最低嘅 ，ranking 係118位，女性賦權率係只有11.8% 嘅啫，而且呢一個亦都係最高點噶啦。咁高市早苗首相肯定可以讓日本喺女性賦權率同埋性別差距排名中咧得到改善嘅。估唔到我嘅日本系列視頻啱好卡中喺一啲事件發生嘅時間點，無論係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啦，定抑或係新任首相，anyway 啦，都係剛剛好嘅啫。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睇翻我日本系列嘅第一個視頻同埋第6個視頻嘅，咁連接亦都擺喺視頻嘅下方噶啦，歡迎大家去點擊收睇。但係咧，向來領導人嘅位置咧就不好坐嘅，領導人都向來不好當的。咁高市上台之後咧，將會面臨嘅挑戰啦，包括係持續嘅通脹啦、安全局勢緊張啦，以及國內政治動盪不斷加劇嘅。咁未來幾日啦，佢可能仲要參加一啲外交活動啦，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下週可能會訪問日本啦。咁日本股市咧都迎來不錯嘅表現啦，可能係因為提前祝賀呢位女性首相啩。日經喺尋日已經係衝破咗49,000點噶啦。咁今日睇佢嘅呢個勢頭都係仍然唔錯嘅。咁我睇到一啲即係一啲群啦，都喺度講話日本將來會即係未來呢幾年會唔會 expand 呢？咁我個人覺得咧，從市場嘅規律去講，就算日本政府唔想 expand， 佢嘅市場都會自自然然去 expand 嘅。咁都一切都俾時間去證明啦。OK， 咁今日嘅視頻就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我嘅視頻，不妨 subscribe 點個啦 ，comment and share 啦。我哋下個視頻見，see you。